另外，在据时上新的消息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引起到台湾人调离咧中国，煞无度回来。一个伫咧乌巴，伫台湾真罕咧看镜头的这个囡仔，因为要做的药剂无够用，海基会特别协调在地台商协会会长送药啊过去。海基会副董事长姚仁德嘛证实这件消息，落尾海基会发言人特别出来说明。各位媒体大家好啊，针对大家都很关心的。我们的这个血友病患者的这个送药的这个事情哦，今天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哦。我们的这个药品呢，在今天的凌晨大约12点多的时候，已经送到这个我们患者在金门的住处，也已经交给了他的母亲哦。那这整个过程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的同仁在春节期间也接到这个求助的电话，那我们就开始进行相关的协处跟联系。那整个过程呢，也持续了10几天哦。那我想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我们的海基会同仁的一个不眠不休的帮助跟努力之外呢，也要特别感谢，包括像当地的台商协会。还有这个华信航空的大力协助，那整个过程我大致上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哦，就是我们的同仁在前一天，也就是2月8号的晚上哦，我们是请专人哦到我们病患他的家里面去拿药，然后呢，在昨天将近中午之前的时候，一样我们也是派专人哦把药送到华信航空交给他们。那这个班机呢，大约是在下午1点多的时候起飞，也是大概在下午4点多的时候呢，抵达河南郑州。那随后呢，我们的这个华信航空，就将这个药品交给我们的郑州台商协会，而郑州台商协会呢，它随后呢，也就将这个药品，大约在晚上8点多，将近9点之前呢。他送到了这个河南跟湖北的一个交界的地方哦，一个叫做铜博服务站的一个地方，那送给我们的这个金门台商协会的简会长。那随后我们的简会长呢就开车把这个药品哦送到这个金门我们的这个病患呢他的家中哦，交给他的母亲哦。那整个过程大概是这个样子。那送到他的手上的时候，差不多是凌晨12点多哦。那这个任务就是这样的完成。这整个过程当中，由于这个疫情的影响的关系哦，这个任务呢，它跨越了海峡，那路程也超过了1000里哦。这个过程当中，充分了体现我们国人之间相互扶持、相互帮助、无私助人的一个精神。我们特别要再次对我们的台商协会、华信航空以及这个过程当中所有提供帮助的人再次表达感谢，让这个事情可以顺利的完成。那简会长的部分是这样，就是说，昨天我们也持续关注这整个过程，而在这个事情药物交到我们的这个家属的手上的时候，我们秘书长当然也特地致电跟会长表达感谢。那会长他其实很低调谦虚，他的回应是说，这个呢也没有什么，我就是只是出一趟车而已哦。那对于他这么热心、无私又不居功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我们是非常的感佩，再次对他表示感谢。那以上是我的说明，好，谢谢。